為咗體驗一下現金嘅衝擊力，金魚佢將減去晒所有成本嘅錢冚唪唥都撳晒出嚟，喺一個唔係好大嘅支行櫃台度攞錢嘅時候呢，嗰個眼尖尖嘅大堂經理一聽到話攞幾萬蚊啫，即刻就攞一次性杯斟咗杯水俾佢。金魚成個人都受寵若驚。佢嚟銀行攞錢攞咗咁多次，呢次真係唯一一次受到咗 VIP 嘅待遇㗎咋。到最後張大發都忍唔住，從金魚嘅手入面將嗰沓錢就接過嚟，手指即刻舐咗幾啖口水，開始數起身。怪唔得扯皮條啲行業咁火爆啦！我打咗1年工啊，先至賺咗掹掹緊咋。2個月前交嗰啲押1付3嘅房租啊，都變成咗存款啦。而孫簡呢，就始終喺斯文同埋敗類之間搖擺不定。喂哥，你點解咁講嘢噶？你如果係個拉皮條嘅，咁金魚仔係咩啊？金魚聽到之後，成面都係黑線。江湖哥仔將袋錢就收翻嚟，攬住孫簡條頸就話：我哋出嚟行呢，要有小姐心態，寡婦待遇，婦聯追求。嗰啲咩含頭好聽嘅，都係虛嘅，冇鬼用啊！張大發同孫簡吹牛真係吹到天花龍鳳咁。雖然人哋嘅文化程度就唔係好高嘅，嗰啲正正經經嘅學校文憑呢，一個都冇，但係耍人嘅招數同埋功夫冚唪唥都係從傳銷組織嗰邊學嘅。呢一種境界真係可以將正牌出身嘅孫簡帶住佢啊！咁當然，江湖歌仔對嗰啲波濤洶湧嘅小麥戰鬥力就係唔足嘅，因為冇經驗啊嘛。但係難保下一次就唔可以手到擒來嘅。咩話？下一次？金魚將孫簡嗰份錢亦都塞落佢嘅身上，跟住就走去截車啦。一邊截車就一邊講：嗱，俾你，觀音菩薩保佑啊，千祈唔好有下一次啊！我走先啦。聽日上班見啦。常在河邊走，總會有一次冇鞋玩劇走。收貴利大部分嘅招數都係唔固定嘅，亦都冇話有輕重之分，話唔定邊一次就會翻晒船，入咗派出所都唔定。金魚而家坐喺出租車上面，有咁啱得咁巧，又撞正落班嘅高峰期，市中心而家開始塞啦。其實本嚟佢個心都唔係好塞嘅啫，但係而家前前後後4架車都係雙層嘅公交巴士，而且嗰啲公交車上面仲係人逼人逼到實得實，似乎一開窗或者一開門，啲人就可以瀉晒落嚟咁滯。隔住嗰啲雙層玻璃，金魚坐喺下邊都可以見到公交車上面嘅人望實佢，有啲就興奮，有啲就吽吽豆豆。有啲就大家喺度咬緊耳仔，密針緊。其中一架公交車唔覺意咁急剎一下啫，就好似成袋嘅麵粉窒咗一下瀉晒咁，仲傳嚟咗幾聲唔係好刺耳女仔嘅驚訝聲。金魚見到喺公交車度有啲生得個樣好嫩好靚仔靚女嘅上班族，個樣就生得好矮，勉勉強強可以揸住嗰個扶手。有啲就好羨慕咁望住可以包車坐出租車嘅金魚。其實喺之前佢真係未見過咁多錢嘅，呢啲錢拎喺佢手入面，佢已經來來回回數咗成2次咁多。喺每年嘅年關呢個時候，合租嗰個唔係好大嘅房仔呢，都會提前聚個餐嘅。今年亦都唔例外，抽咗一個大家都唔使加班嘅晚飯時間，喺出面一個飯店仔度聚餐。熱辣辣嘅菜一盤一盤咁上，金魚就用佢棚牙開咗一支啤酒，將放喺台面嘅逐隻杯就斟滿晒佢。其實佢哋幾個人就算住喺同一屋檐下都好啦，都唔係抬頭唔見低頭見嗰種嘅。嗱，周雨彤就帶公考班嘅，
經常就會有嗰啲10日嘅封閉培訓、8日最強嘅訓練、1個星期100米衝刺呢啲咁樣嘅活動，經常就會同班學生喺酒店度住，成個人就好似喺地球上面消失咗咁樣，手機打唔通，有啲咩重大嘅事件係要聯繫佢哋嘅機構先至可以揾到佢，而且翻嚟仲要癲2日添，美若其名就話培訓考試嘅手感。所以對佢夜不歸宿，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。而張可可經常會為咗儲錢買平嘅機票，趁嗰啲年假或者雙休嘅時候去探佢嘅男朋友。2個人將賺翻嚟嘅錢一次又一次咁數嚟數去，仲買各種各樣嘅理財產品，都係望有一日可以衣錦還鄉，買一套屬於自己嘅樓，開一間屬於自己嘅鋪仔咁啫。葉希雅而家正撈緊乾鍋入面嘅菜花，食相就非常之誇張，似足一隻青蛙捲住一隻蚊，將個口擘到大一大，而且仲用條脷捲住啲菜花捲到入個口度。周雨彤就忍唔住拎咗部手機同佢影咗張相，好鬼開心咁準備發朋友圈。喂，人哋咁樣做啊，都係為咗慳唇膏錢啫嘛，一支唇膏成3嚿水噶。你睇我個口啦，幾大啊！一支唇膏頂多用2個月就冇咗啦。我晚黑噶仲有約會噶，可以搽少啲咪搽少啲咯。你啊咪同我發朋友圈添啊，毀我形象。我喺我公司嗰啲花靚 can 嘅眼入面啊，係御姐嚟噶，人設唔可以崩噶。你朋友圈裏邊啊，都係有錢多金又靚仔嘅。我朋友圈裏邊呢，都係嗰啲要考試嘅細蚊仔啊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啦，我發啦。周雨彤仲配咗一張自己同埋金魚2個人嘅鬼面一齊發咗落朋友圈度，而張可可亦都冇插嘴，淨係拎住部手機一路咁喺度拍短視頻。葉希雅就已經發現咗呢個事實，人類已經冇得阻止嗰啲影相嘅狂魔，就唯有自暴自棄啦。用筷子夾咗成盤蝦，準備開食。金魚一路食緊皮薄餡多嘅餃子，食完一個就抹咗下自己把口嘅油光。佢擔高個頭問咗阿張可可一句：喂，你幾時走啊？嚇到張可可爭啲將佢嘅手機都跌落湯底度，好明顯佢係俾金魚嚇得成大跳。而另外嗰2個本嚟食得好滋味嘅，亦都停低咗手。張可可就有啲疑惑咁問阿金魚咯：咦，你點知我要走噶？你識算命噶？我哋個月聚餐食飯啊，邊次你咪先捧個飯盒，將聽日嗰啲飯餸裝好晒先啦。咦，今次難得喎，我冇見到飯盒，亦都冇見到你裝飯啫。金魚用筷子指咗下張可可座位前面嘅空位，果然係冇飯盒啊呢次。聽日個飯都唔使帶咯，咁明顯係唔撈啦。哎呀，小金魚啊，我真係服得你透啊！你話你啊，如果可以將啲神機妙算嘅本事用喺考試上邊嘅話，有咩崗位你搞唔掂喎？張可可就有啲恨鐵不成鋼咁，先係嘆咗阿金魚一番嘅命運之後，佢嘅意思即係講呢個靚妹天生同考試有仇噶。點考都考唔上噶啦！金魚用手抹咗下嘴，意思即係話老天爺唔俾面，佢都冇計噶。跟住張可可就好似有大事要公布咁，成個人神采飛揚，拎起杯熱氣騰騰嘅酒，企喺嗰度對住3個人就舉住個杯就講啦：我辭職啦，返屋企結婚啊！3個人都未嚟得切正式恭喜下佢，張可可就已經進入咗雞啄都唔斷嘅模式。早啲返屋企呢，就可以趁過年之前民政局未休息，可以領埋個證佢啊！再去房管局將我個名寫埋喺房產證上邊，咁樣咪夫妻共同財產咯。跟住落嚟，張雨彤就話佢準備同一個男同事準備開疆拓土。另外就會成立一間公考嘅機構，之後再請翻幾個高分嘅學生坐地收錢。
而披雅就話公司入面嘅花靚傾唔錯，打算再觀察一段時間，睇下可唔可以有進一步嘅進展。講下講下，大家就將視線投入4個人當中年紀最大嘅金魚。我啊，金魚將對筷子放低，然之後就繪聲繪色咁，當然加鹽加醋梗係有噶啦，將呢幾日收數嗰啲大大小小嘅事冚唪唥講晒出嚟。最後至緊要嘅就話佢有一筆唔少嘅錢嘅收入，搞到在座嘅3個人都碌大對眼跌晒下巴咁嘅樣。乜原來呢個世界上真係有咁多唔按合同辦事嘅大公司嘅咩？佢哋呢一啲個個月都係攞固定工資嘅人，真係冇辦法想象嗰啲上流社會係點樣下流嘅。哇！我以為我一個月15,000蚊嘅代課費已經好高噶啦，原來你先係高手，高手，高手。周宇同對眼就碌得自大啦，佢真係移不得捲起衫袖同金魚一齊收數啊！佢而家就好似隻狗仔咁，幫主人係咁喺度斟酒，個樣就好客氣咁講：呢一餐你請啊！我都有睇過嗰啲催債嘅 APP 噶，但接咗單嘅人大部分都攞唔到錢嘅。如果真係有能力接單嘅話，基本上都係嗰啲專業嘅收數公司啦，成功率真係好低噶。喂，小金魚啊，你平時做咩都唔順嘅，係咪依家就打開咗新世界嘅大門啊？金魚收數嘅故事聽起身真係玄幻過玄幻故事啊！比另外嗰3個姊妹嗰啲同男朋友卿卿我我啊之類嘅風花雪月嘅嘢呢，就有意思得多。咩光明眼鏡啊，理工大學，是但拿一個出嚟，都唔係嗰啲普普通通嘅人可以見得到嘅。金魚佢畢咗業咁多年，就連份似樣嘅工都揾唔到，居然可以將人哋嘅老細逼到好似求皇太后咁樣求法。呢種咁反轉再反轉嘅橋段，只能夠喺傳銷聖經或者嗰啲玄幻小說度出現嘅啫嘛。但係依家呢個靚妹做到咗喎，就喺大家都嗱嗱臨幫佢出主意嘅時候，嗌佢趁後生要食盡佢。而金魚就自懟咗2樽酒，然之後醉到啤啤呼咁，將成沓嘅錢啪一聲就拍喺台面，對住周宇同含情脈脈咁講咗一句：耶！嗱，我報班，我要報一個全世界最好嘅面試班，我就唔撚信啊！我今次我仲考唔上啊！